来关心高雄高山那亲就是发生儿母苦毒囡仔案件，一个姓王的儿母照顾一个5个月大的查甫婴仔，也啦，这个月初10的时，家长接到通知，讲这个红婴仔意识不清楚，已经送上病院。送去病院才发现，讲这个囡仔头壳骨折，佮有内伤，佮有出血。检方即马经过调查，认定儿母的嫌疑重大，那法院已经甲这个儿母收押。红婴仔身躯顶插管，互人看到真唔甘。高雄高山发生疑似虐待婴仔案件，5个月大婴仔为3月初时开始，日是互姓王的人母照顾。家长捌发现囡仔身躯顶乌青金块，人母讲是婴仔家己受伤。到4月初10，这个婴仔下晡向意识不清楚，上病院。他没有立刻叫救护车，是请妈妈来家里看小孩，这就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了。不愿意叫救护车。所以后来又叫了那个 Uber， 妈妈看怎么不是救护车，但是因为无奈没有办法，情急之下也只能赶快将小孩送去医院。婴仔送到高医了后，互人诊断正病的头壳骨折、目睭膜出血、严重脑水肿，高大也伫交互病房治疗。病院怀疑婴仔互人虐待，检方收到通报，随躯提姓王的人母。认王姓被告涉犯刑法重伤害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尚有其他幼儿仍由被告托狱中。有反复实施犯罪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后续检察官仍将持续进行调查。根据了解，人母原本照顾3个囡仔，但互人羁押，2个囡仔的家长搁爱另外找人母来顾。不过有一个家长讲，家己的查某囝已经互人母照顾1冬啊，徛出来替伊讲话。大家也不要急着给他下定论，其实他对我女儿真的非常非常照顾。对，我女儿刚去的时候也是，就是像那个小徒弟。会一直哭闹，但他都很用心，一直在调整他。因为姓王的人母是有登记的居家托育人员，社会局表示，人母是受过126点钟托育训练的合格人母，无不良的记录。婴仔互伊照顾，捌去访视，无发现异常的状况。人母目前否认虐待婴仔，沙都来配合检方调查，若真正有认知，会废掉人母的登记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